冰岛有一个小镇叫做格林达维克，对2023年12月以来，就一直有火山喷发。经过9摆喷发了后，这车路邻家厝开始有pit芳，居民无法度忍受这款的环境，开始搬厝，也有一寡人继续走调的，希望会当重建港。红色岩浆一直伫火山口底架，而且持续对山脚流过去。冰岛的渔业小镇格林达维克，对2023年12月以来，是经过附近的火山9摆的喷发，岩浆摧毁车路和厝，而且伫个土骹和厝拢留真大的pit芳。当地居民经过真侪摆的撤离家园了后，大多数拢搬厝。 My wife won't come back, and Hafnarfjörður is not so far away, 35 minutes. 火山喷发了后，伫格林达维克是留有多家火山灰和真尖的岩羊，这石头一挂搁会翕伫遐烧几啊个月。地方政府封锁小镇，嘛警告囡仔讲，莫伫岩羊坚冻的所在佚佗。另外，政府伫火山喷发真侪摆疏散居民了后，是提出一项政策，就是甲居民的厝买落来，而且互因3年的时间，决定讲敢要甲厝买转去。大多数的人拢接受这个条件，造成小镇即马大多数的厝拢无人，商店嘛关起来。但同款嘛有一寡居民希望讲重建家园。今年60岁居民艾诺克森伫当地是经营一间饭店，就算甲厝卖掉，同款甲店面留落来，想要继续替小镇来贡献。Now everybody is optimistic and hope that these things will stop after maybe a few months or 1 year. Or many kids they want to come back, but it's no school open and no teacher now. When we are waiting. 为着重建当地职业篮球队已经预定日期，要伫小镇来比赛。当局当地讨论明年开学的可能性，只是伫居民离开小镇了后，镇上的设施是愈来愈少，会当成游客嘛愈来愈少，互生存变作恶性循环。科学家推测讲，伫火山运动结束了后，有可能还有第10摆的喷发，但是无法度确定当时会来发生。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。